想方設法促消費，但居民又冇錢，又點樣促消費？由年頭開始促消費，一直到年尾依然促消費，老老實實派消費卡更實際。今個星期六，即係20號，澳門將啟動為期3日嘅慶回歸餐飲堂食優惠活動，旨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6週年，並提振社區消費活力。居民可通過4個移動支付平台領取優惠券，喺全澳超過500家餐飲商戶享受堂食7折優惠。根據活動規定，居民喺中銀手機銀行、工銀E支付、MPay 及豐富寶各可領取3張7折優惠券，每張券僅限當日使用，且每次交易可核銷1張，最高可折抵60澳門元。但需要注意，部分商戶嘅促銷可能唔包括煙酒類產品，居民需喺消費前先行詢問。唔理呢項活動喺表面上係咪具有吸引力，居民嘅實際經濟狀況可能使優惠效果大打折扣。目前澳門面臨住18萬名勞工競爭有限工作機會，好多青年則選擇前往大灣區尋找更好嘅就業前景，呢個直接影響咗佢哋嘅收入水平同埋消費能力。短期嘅優惠措施冇辦法根本解決居民嘅消費問題。居民喺生活成本上升同埋收入不穩定嘅情況底下，即使有折扣，佢哋都可能會揀保留資金以應對未來嘅不確定性。消費力唔夠先至係主要障礙。活動嘅初衷係提振社區消費，但呢一種短期嘅促銷並唔能夠長久提升消費力。若果唔改善居民嘅收入來源同就業安定性，單靠呢一類優惠券無法持久地推動消費。居民需要嘅唔單止係臨時嘅折扣，更需要系統性嘅政策保障佢哋嘅經濟穩定。因此咧，政府應針對性咁制定長期經濟政策，如提高最低工資、增加穩定嘅就業機會同埋加強職業培訓，先至能夠真正改善居民嘅經濟基礎，提升消費能力。隨住活動嘅來臨，雖然提供咗消費優惠，但係背後嘅經濟挑戰並未消失。要解決問題，需從根本上關注居民嘅收入同埋就業情況。